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有人讲吼，好白图的声音呢唔会变坏。你今日有唱到来宾係來自我哋美濃嘅傅文德。文德吼其實年紀過細，但是伊還是如果好白圖，同時嘛係我哋國家地步，我哋去做裝潢嘅嗰種植入嘅果樹。同時呢，伊嘛係我哋2022年我哋國際技能競賽的銀牌。同時嘛，得到我哋講亞洲精英錦標賽我哋繪畫的公開組的冠軍吼。可是我看到伊啲按年強嘅聲音呢，已經都得到按到獎啊！也如何，伊為到畫圖、為到比賽一件事情付出幾多心力。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傅文德來到現場。文德你好，主持人好，各位朋友、觀眾朋友大家好。文德係來自美濃係咪？係我來自美濃毛嘅一片嘅。佢相同我哋講咯，因為其實按年強都得到按到嘅獎嘛，嗬。佢像畫圖一件事情係唔係像學花樣嘅，本身都個學畫圖啊。韓生，其實係做過學法，然後如卡別紅啊，我做紅其實都係係發嘅東西安尼。其實從細漢呢，同阿媽係種法嘅，所以其實我同阿媽呢上就是用下插嘅法去當，就係。盆子里面安尼，所以從細就開始慢慢訓練對顏色嘅敏銳度安尼，所以其實嗰些時節就開始有接觸比較多畫圖啊、色彩啊種東西。嗰時因為講喺因為你卡買插畫一啲原因，嗰時對我哋講色彩嘅嗰種敏感度其實夠強，但是因為講有可能係有些天分嘅關係冇。剛剛係有一些啦，因為有啲人就是從細就有一種嘅能力，其實慢慢也就會展現出來。其實就有點像一種安尼，就從細你慢慢發到太安尼。咁唔幾時還是畫圖，譬如講同我講咧，別講什麼畫圖，咁人家阿公阿媽都唔會罵唔錯嘅。會罵係會罵啦，就唔過人是困久就。有時就安尼，人就會慢慢看安尼，慢慢發看我畫出乜嘅東西安尼。咁本年係還是學畫圖係，人講我哋有時就學畫圖係學拼音畫，譬如講伊還是有時我學漫畫啦，無論學看嘅電視卡通啦吼。咁唔係記得講唔還是你畫圖係即家嘅天馬行空，還是講有特別學畫嘅類型嘅嗰種畫種咯？從細嗰陣，我嘅家庭其實沒佢支持來畫圖嘅東西，所以其實我自家就畫我自家想到嘅東西啊，就可能像係如卡有養個狗啊，或乜嘅上課啊，規去路時間，安尼看到路邊有乜嘅東西，然後自家佢有興趣時間就會把它畫下來，然後數起來安尼。等於如果把自家日常會看到嘅東西都畫下來，冇特別學乜嘅畫風啦，冇乜嘅東西。冇特別去學乜嘅，就嘅時候以前都自家畫自家喜歡嘅安尼，嘅種開始自家嘅時間就會開始上網，就是上網去請一些愛好嘅東西安尼，然後慢慢去看每個人係用嚟畫圖嘅安尼，那其實冇試過。就是正規的美術班那種訓練。係我頭都想問下問題，因為這種人嘅講法會翻學，佢像唔知個唔係嗰種美術班嘅出身嘅聲音嘅呢？係，因為前面有講到自家嘅阿爸妹，其實沒過支持來畫圖安尼，因個會擔心自家安尼做下去都唔出社會。做乜嘅東西賺錢啊？佢快潛條路。所以其實每個分析啊就係畫啊，所以自家用一些時間去學一些東西咧，像學家學嘅社團，有一些美術社啊一種東西，那自家就會參加，然後就學一些之前唔啲嘅東西一些或者是我唔係幾厲害嘅東西啊咧。咁唔難嚟去，譬如講去參加嗰個美術社啦，嚇，無論去網絡上去尋即個學畫嘅東西，喺尋講畫圖嘅技術，你即個嘅大部分係尋哪種嘅呀？嗰時間自家學畫嘅係水彩，自家個多時間嚟畫嘅東西，那還有一些像素描那種基本嘅東西，那自家去攞俾尋自家就尋來，係看起來
去搞我想会发的东西安尼，无听用迄买个路片啊，或散风啊，或去买来安尼。那有时间其实也会用数据去一些相片带过去去家里录卡发安尼。可是咱你从一路方案的韩国来，因为这个唔系算真口版的一个生意的嘛。刚才一路韩国来，按更加身份，而家迄学生啊，还是已经出来这条路的呀。啊，也哈迄学生的，啊，唔讲前用年，有出去落杯业界实习，有后些那年体业界用到的东西，那比赛系古来也是家就归去太好去，就继续读书安尼。咁嘛，系同美术相关的太好咪？哎，图个迄建筑，去同美术其实有无嘛个相关。啊，唔过咱其实这建筑呢，一开始提发东西时节，其实也是用美术也种东西去发，咱个最原本的东西。啊，所以啊，其实图建筑还个人迄。之后出去沙飞啊，其实过后请条路啦，条路啊，所以其实係佢現實嘅問題啦。好，真係你講，當我爸爸媽媽想嘅嘛係安尼，因為其實唔講那台北塗鴉間事情地步，我們說還有辦可以做美術老師啦，可以，但是其實個路線還是過少一些。係啊，有時間嗰種講，這個唔係真口辦出來，有時間還要出去除非你真係過有天分，好，你畫出來一條自家嘅路，但是可能一條路。對爸爸媽媽來講啊，可能路安穩這條路嚟講嘛，我對做阿妹人的心情一天安尼啦。嗰時見啊，讀建築，好，所以吧，其實至少吧，我有一份好個穩定的工作。佢下一班都有乜個興趣吧，好得有穩定的工作以後再去發展。我做阿爸阿妹一天我能想，但是我假想冇咯，因為當我哋節目一開始係有講到講，其實有得到一啲藝人算是七座裝潢的一啲國術嘛，哈。你不同人都講，你有先說明下，乜嘢七座裝潢啊？七座裝潢呢，其實喺台灣嗰少年會談到一個東西，那一種東西嗰像歐洲機片，用機片傳來台灣嘅安尼。那其實也今年，咱提所謂嘅室內設計、建築一地，其實幾流行。咱可以更難講啦，而是嗰種就是壁畫。啊，一種東西其實咱個做一個睇個講安尼，那咱可以做到像咱提畫一些像大理石、花崗岩啊，個藝術一些嘅就係所謂嘅山水畫。咱其實有提還提做所謂的客製化畫作。那其實就幫提壁風或作風，那其實咱看到的東西基本上都可以發上去。那其實也可以就提供咱嘅設計師同咱嘅業主，也有幾大嘅想象空間，可以做伊想要用的東西。等於如果像一般咧，我哋壁風啦，嗰個地方可能都疊泰路啦，好冇都疊壁紙。但是其實有的我認為個要求你講希望講上面可以畫作，好可以。做對吧？但是我想我體驗的問題，如果佢像安尼一般的花崗冇辦法做，還是講一體做嘛？伊的七座裝潢也部分咯。伊一個特別的地方，係是咱係用油漆去做安尼。那油漆其實本來伊個設計就係用到咱嘅壁風，伊其實可以維持到幾久。安尼唔像咱哋啲像水彩啊、油畫安尼嘅東西，伊其實。需要一定的溫度去保存伊安尼，那其實油漆提壓風就會有優勢安尼。那其實咱一般嘅壁畫家研究到伊優勢會畫一種東西。不過特別嘅係咱其實專業嘅技術係畫提所謂嘅石材，像大理石、花崗岩一條提是去訓練出來一定嘅程度，讓你啲咱提畫所謂自然的東西。係用嚟去形成，安尼那伊發出來的東西其實就會同咱看到的大理石啊，嗰條其實貴重，還有一部分原因是伊其實用法夠強、夠輕，就比較輕一點。那其實伊價格上也其實夠有優勢，就夠便宜安尼。嗰時等於如果你可以了解講，你這個北上伊嘅材質、好色彩、好也很用嘅色彩，嗰時你用嘅啲材料，可是。我相信我很用嘅啲機會，唔好開始去做業嘅訓練，因為我哋講其實係先讀國術嘛。咁很用嘅啲機會，即係我行業業嘅國術嘅啲訓練，同時係安貼喺個類片咯。前面有講到，其實從細就開始分畫圖安尼。其實係啲高中時節，就是學所謂嘅室內設計，係圖高職安尼。那你室內設計底部其實就會有油漆一部分，那其實呢學校就有啲。
培训一个年就是去训练做有属于个油茶那种东西。那油茶其实豆芽它其实没一般嘅男人底个就是话题别红嘅拍摄啊，嗰条东西。那其实佢多年会提做人哋，前面讲过气做状况一条。那其实就相比嘅学一个技术，那出去做比赛费其实也用会多安尼，所以就去慢慢去参加一个比赛，那慢慢比，然后比到各种商业嘅世界就选送嘅结束安尼。嗰種各種商人都寫到國術，係啊，個順利一時嘅。那順利是當然係自家努力，只是講嗰種國種嘅時節，應該講根本你冇個時間做訓練咯。其實就用那年上課下課時間去訓練安尼，那還有一些是就是暑假跟寒假，自家都去團練訓練安尼。可是等於如果你自家貴做路開始做一部分嘅技能嘅一個訓練，然後你可能你自家國三路已經拿到國術嘅嘛，等於如果可能國中一年生都開始寒暑假，你都開始練習，等於如果你貴做嘅時候都提講，係咪都做一個技術嘅一個訓練？係啊，算高做就第一想要做一種東西嘅，所以就其實貴做之前慢慢訓練安尼。嗰種問題其實因為佢細嘅時節都提講，其實海北嘅行嘅路係乜嘅路？嗰種第一條路地方，因為伊睇國三嘅時節都已經拿到嘅國數，但是後來伊睇我哋嘅國際嘅比賽地方嘛拿到銀牌獎。哎呀，部分嘅故事我哋下一團講，休息下我哋馬上過來哦。翻過來，福起來！今日節目我哋來自高雄市美濃區嘅傅文德嚟到我哋現場同人講，年紀強都得到國術嘅一個歌唱嗬。但是呢，其實後來又去參加我哋國際嘅種技能嘅比賽，嘛得到銀牌獎。佢其實也是冇簡單嘅，是歌唱一樣咯，訓練一樣嘅。我哋馬上問一下文德，後來其實拿到國術以後，其實因為我出國比賽係咪？係啊，出國比賽。但是出國比賽一件事情，係咪要變成講要集中去訓練咯？係，那就係集中嚟訓練，係啊，那原本係一年，唔過中間就拄到疫情安尼，所以就變2年嘅安尼。咁就唔好意思，因為我哋可能冇乜機會去做國術嘛嗬。唔過集中訓練嘅話，都等於如講唔知家嘅時節，算啊嘛，英國國中畢業，高中誒，好，高中畢業，然後差唔多要讀大學，嗰時都變成講唔知家唔可以去讀，然後都集中去訓練。咁嘅時節大學嘅部分咯，大學嘅時間啊，自家嗰時攀入學以後啊，自家就佢家就攀嚟休學，因為要比賽要訓練安尼。咁安尼你有學校接觸咩？學校其實嗰時節是可以結束，係啦，呢種東西。到第2年時間其實那年時間，我比賽比係是1月份，那年大學開學其實係9月份。係冇錯。然後中間就有3個月份啊，必須要開學又要去訓練。呀個時間就有同學校去橋安尼呀中間東西要用嚟算安尼。因為做國術嘅話，其實嗰種有證書嘛，嗬，用證書嘅嗰種方式，其實學校會接受啦。但是我講算是機會嘛，過於難得。好，咁國術嘅話，一般來講，集中嘅話挺難。你要不要集中訓練的場所在哪裡啊？那個特別一些人呢，喺上海其實就提北部有些訓練，然後過一段時間揾到提中部，然後揾到提南部安尼。那一開始提選結束嘅時間，其實就提南部訓練安尼。那最後歸到南部嘅原因係，到時間要同出去比賽嘅線上，其實就提南部安尼。那你要培養一種嘅默契，所以就從北部安尼慢慢下來。然後其實提某每個地方訓練其實就是訓練那年題某個每條所謂氣溫啊、濕度也條那年要用去做安尼。因為那年題到老輩其實唔啲人到時間地不當會用安尼係，所以那年就揾來揾去。嗰時現比賽嘅時間現場嘅一個溫度，
好湿土这件事情，其实嘛很人的技术要去克服的问题。故事等于如果你的训练的过程里边，如果要培养你去注意的东西，然后同时配合唔知介位伊的材料，哈，睇下你温土某路湿土的底下，会变成样的一种情形，哈，按这个要去掌握那种状况。可像按你一些训练底边，因为你这个唔系真口办出来，按一些训练的时间，我感觉到个辛苦。其实就过辛苦，这时间来年从体育台湾选出来之后，然后到国际赛的，要其实要从跟他训练，其实还蛮多东西。你要去加去推一些国外的东西呢，也其实就是英文啊，那有的时间还会有些人当地的语言，可能是什么德语啊这种东西。那其实你就要慢慢去研究一些东西，用来去做，让做得出好的东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年其实用的东西，那年体育台湾之间很拿不到的。那其就係一種個劣勢，那你必須到比賽當下，那啲一種東西要用去做安尼。哦，等於講，那每一個比賽嘅一個國家地方，如果有出一個以前講個貼配的一個材料，係安尼意思嘛？係安尼。也類嘅比賽地方，而家出一來嘅傳統。因係一個傳統不過也係因為愛公平安尼，所以人其實就會制定一個各家的材料出來。那其他公布出來，其實就你可以拿到你就拿，那麼多其實你就只能到比賽當下去試一個東西咧。那像咱台灣就個拿唔到一種東西，所以其實還是都提前4天都給片，那其他去現場去測試一個東西要用來做安尼。那譬如之前提台灣可以買到一些國外的顏料啊、塗料一種東西，然後慢慢用你的經驗去講，就要用來做安尼。可就日本拿到2021年的國際技能競賽的銀牌獎嘛，哈，咁日本喺田內主辦啊？那一下原本喺喺上海舉辦，喺中國安尼，不過因為遇到疫情，那就改到喺意大利舉辦安尼。可是意大利日本嘅個貼配嘅材料係嘛啦？人家擺用嘅材料其實係德國嘅材料，那個材料其實算起來還算幾好用，因係一個德國當地有名嘅材料安尼。除了有茶，那其實還有壁紙這種東西。那壁紙其實就拿全世界各有名嘅材料上，用嘅壁紙來疊。不過其實這種東西在台灣是也可以少，所以其實這時間有拿到的意思就可以可能去其他國家嘅壁紙安尼。可是等於如果其實如何算用國家的能力去培養啊，可是其實有時間有幾多嘅算是材料部分的，還是冇辦法去拿到哈。可是根本你日本去以後，你去德國意大利比賽嘛，哈，那前4年都先過去嘅。咁前4年後，咁日本唔知個係用嘅一個主題來去比賽咯。那日本去個帶出去嘅主題係發言嘅片。地中海的河岸那種東西，那剛好都好演出個題目，其實就演意大利的山景畫，所以其實那題全部嘅給出題背啦，那你發的東西其實跟演出個題目蠻 match 得到，可以衝安尼。那整體也算猜題猜對嗎？有一些猜對，那就都好做嘅東西體驗，其實下起來真是幾厲害嘅呀！因為對我們準備嘅東西，哈，都同我哋主辦嘅國家嘅嗰種風景啊，無論佢哋嘅主題都我哋講夾起來哈。其實都真係幾好，我希望講你喺啲學嗰種中式山水，因為本來講佢係喺上海嘛，好上海嘛可能我哋中式嘅山水來講話，可能都我哋個碟區嚟嘅主辦國家，但是後來你學嘅地中海啊，嗰種其實比方來都真係睇意大利來講把伊個評審一看嘛啲，但是啊買定嗰地中海嘅風景同伊哋本天然佢嘅地中海嘅風景嘅國土冇乜東西，有些冇到咁樣咧。有就是冇，因為有的人發嘅東西其實，像咱人是有各家用山水那種東西去發嘅，然後有的各家係用某種嘅材料去做那種東西，然後有的就做有所謂嘅深淺變化，咱人做台灣係做個平面式嘅，然後用所謂嘅油彩去做變化，讓畫面跳出來安尼。
可是要不要得到银牌奖，真的是无简单。无简单，真的，因为真的唔管喺训练来讲啊，把同时嘅材料啊要得到冇，同时人家嘅FIFA嘅内容啊得到我哋当期主办国的一啲想法啦，吼，其实係冇简单嘅。但是其实講冇簡單咧，迄輪要得到一定嘅亞洲精英藝術節大賽，我哋講繪畫類的公開組，也有係用嘅一種比賽咯。那種係那年喺香港辦嘅，那年其實就是屬那年亞洲一部分嘅畫家，因屬一條東西來強下比賽嘅。啊，不過因其實冇啲分乜嘅所謂嘅國畫組或油畫組，因係民眾係都拿數起來，那按啲地位用評審去評分嘅。那其實嗰時節係第一個比賽消息是就已經該要結束嘅，啊其實係已經結束嘅。給你按布條，啊，讓送出去安尼，所以其實其實講東西是冇上幾多啦，啊，就是想試看啦，看有機會拿到冇，啊，不過就該有運氣嘛，該歡喜可以拿到一個冠軍安尼。可是以郵戳為憑無所謂，因為那機器上講嘅，因係用線上，那你嗰時用線上，所以嗰時該高峰便宜啦，還可以安尼。線上係乜意思哦？它一個電子畫作嗎？還是講？那你就是寄人哋嘅畫作嘅照片，那可能一種譬3-4種嘅細部照片，然後還有人哋所謂嘅提情境照片，然後送本人嘅評審去做評判啊，研究看所謂嘅構圖啊、色彩、美學一種東西評分，所以其實嗰幅畫難研。看起來個相於馬索幾朵畫，應該有上千幅畫。哦，真的是比賽嘅人嘛幾多？比賽人幾多？但是最後最大網絡講，最慢1分鐘嘅時間。對，當送出去啊！對，係啊。咁種嘅我哋講，誒相關嘅比賽嘅一種自信，係平常來係用嚟得到咯。一種東西其實就係身邊嘅欣賞啊朋友演，其實讓啲人就有畫圖啊，那其實演到。都對我嘅話，其實人都該分，就是該喜歡嘅，所以人可以看到有種東西，人都同我講啊，有啲時間去解，或者去查有冇乜嘅東西可以參加。其實就多一個機會同互相同嘅人啊交流啊，然後去國外展覽安尼。係，因為人哋講，其實你這個畫作題目啊，佢貼喺講，一方面又有一個抽象的那個嘅類片，一方面又有我哋講傳統美術的類片。因為類片題其實喺畫圖裡邊算是兩個無強嘅一種我哋講亮片啦吼。啊，其實很多有亮片無強嘅一種繪畫風格咯。其實那年題學畫圖呢，最原本其實就是從所謂嘅現實一樣東西學習安尼，人可能就會學習素描。畫一個花瓶，一個水果，安尼你慢慢練習，安尼練習那年看東西嘅輪廓啊，一個色彩嗰種東西，那慢慢其實呢就會對所謂嘅畫圖其實有幾多方面，有啲人可以做抽象，有啲人做所謂嘅影像，那其實某相同東西慢慢後被讀到，那你慢慢接觸，其實你覺得對，其實每一種東西你當可以，那其實有幾多嘅選擇你可以做安尼，所以其實到後邊。也嘛，因為當結束嘅原因，可是提做所謂嘅抽象畫一種東西，還有山水畫，所以慢慢做，其實到後邊其實就點啊喜歡的東西，其實就是傳統美術跟抽象畫。因為如果我創人一般的繪畫使用，然後也可以是用我哋全世界，他們有做行畫嗰種寫實畫，後慢慢的開始有野獸派啦，哈，嗰種印象派，就慢慢有抽象派。好，其實這是你呢嗰種對於美術的一種看法，都同我哋那種西洋美術史其實差唔多嘅一種風格。咁從這個來講嘅話，人家嗰擅長係應用嘅一種畫種。人家嗰擅長其實就叫所謂嘅油彩，係用那年嘅油彩來畫動。那人家種東西其實差唔多嘅性質，所以畫起來效果其實冇相同。那有時然後兩個相同用起來，有啲是分開使用安尼。雖然講蠻識畫畫圖，但是學了太以後嘛，慢慢的去接觸到無強嗰種繪畫風格同佢嘅繪畫技術。休息下我哋下嚟就賣嗰度國情泰故事。翻過來，福起來嘅，上節目我就來自高雄市美濃區嘅富文德
问题了，当来现场同人讲，伊做国术出国比赛的过程。我所想问哈，因为其实我哋讲，其实在去年呢，已经有攀尼国际界的的国民的展览嘛，哈，啊，当然今年嘛有自家的展览的情形。咁因为今年有现场有带有2个合作来，也係纯粹係同去年呢，我哋公演展览的时代的合作係。喺一個人去年4月份提特別展出嘅畫作，咱哋喺team就叫做新輪廓，伊叫做咱哋自家咱油彩提神發方式係用嚟呈現一種東西，然後帶冇相同嘅畫作畫面同一般嘅睇眾去看咱哋。嗰時一擺嘅主題，如講係用油彩的方式嚟一個創作嘅畫作。係。嗰時一定如果係同自家嘅時間去比賽嘅製作裝潢，算是有一些關聯。有一些關聯，那一兩幅其實就係提做結束嘅時間畫嘅東西，就是講冇相同嘅時間畫出嘅心情啊，叫做變化嘅。咁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先說明下？譬如講嘅，像一幅就係提講所謂孤單，那其實就是講誒，嗰時節去訓練時間其實就一幾年去訓練，其實就過孤單嘅，那就會提上一種時間，可能有啲你會想許一些願望一條。那就會好奇這些願望是否是在實現，也是按你相同孤單的進行。可是幾時節的比賽時間，那你自己一定要訓練。你嘅類片那一定要係咪？就一個年，然後還有欣賞。唔過人欣賞，男人欣賞其實幾多，然後人每迷你都很高類，所以其實你就會一個年慢慢訓練。嗰時唔係講幾多嘅類，伊的類片裡邊有幾多目標嘅選手。嗰時伊的類片，唔嘅類片的話，那伊的選手。就一個選手嚟。嗰時如第一講幾2年裡邊，人家訓練如那一定年，然後同目標樣嘅欣賞。咁問題係很樣嘅，萬一看到你自家嘅進步，冇講萬一看到冇嗰種實聽講你自家嘅都是可以比賽嘅主題。其實嗰時節最原本其實係好。回到我自家，而且是自己手邊係想要發嘅東西，有東西之後就送本欣賞，然後做討論然後去聽最後做某個東西，然後到給我比賽時間發嗰時欣賞大部分都本建議，但是唔可以去感受到你自己想要做某個事情。人係大部分就是建議，除非人看到可能有種東西就係冇辦法喺國際賽發出來。我嗱你做下東西其實沒幾好人就會講法。但是等於講，你這個大部分的時間都係自己去面對自己。好，你有咩技術的進步，你要學到某個東西，你要得到某個自信，其他部分都大部分這個。因為也合作地方都可以看到講，其實我背景佢有啦，佢啱好。就看出幾個時節心情嘅變化。心情佢啱，還是講幾時節，我能講練習的地方嘛佢啱啊。應該係講啊，自己從9成起慢慢練習都按不跳，所以其實都古批時間都已經按不跳，佢按嘅人咧。會感覺到無聊，一定會無聊嘅。而其實那就迷你基本上就去訓練人咧，所以其實就按你做，其實就幾無聊。但是問題係這個情況，算嗰時這個馬人算是18歲、19歲，都對高三而畢業嘅時節，其實佢對嗰種人嚟講嘅話，好唔容易有一個好高太好佢嘅，咪可能今年嘅暑假都開始都，那就走上這下手遊啦，好某個東西夜衝啦。但是你其實都要扣個題嘅，然後都明夜做一件事情，會想到講要出去了冇？一天我想要出去了，唔講其實自己我哋自己行業條路嘅要付出嘅東西就會按嘅，自己就會選上嘅自己就要負責按嘅，所以其實係冇乜嘅幾多時間可以出去了，唔過就可能有時不用加時間，自己就會歸去盧卡或歸秘魯按嘅，唔講因為係2年其實都喺北部訓練夠多。所以有時間其實就會歸去，冇時間其實就慢慢訓練。都提供這邊行到國術一條路，其實佢非常冇難的。國術同時嘛，提供其實有一條路係這個線的。好，國術更加易的路個情況，因為看後來嘅地步嘅種女神吧啦，好，其實嘛係有一種盼望的感覺啦。對，就對，有一種盼望，希望可以看到某個東西出來。咁亞夫圖呢？亞夫圖看後來session是。佢講啦哈，但是咁好，嗰種人的面，嗰種有一些嗰種拋體隨風嘅嗰種情形，嗰種係一種乜嘅心情，帶下畫出來。一個畫作其實就提日畫係個好差唔多半年畫嘅東西，那嗰時間其實已經離我出國比賽其實佢很近的安尼，所以嗰時間其實我自己看過
看过比较开一点，所以其实这时间就发的东西其实就有所谓的色彩啊的东西进来。那其实伊提供就是啊迷你起来安尼，那其实就要面对几多问题啊，线上嘅发啊，自家做嘅选择，啊东西就是其实迷你题啊面前安尼勾起，啊就像一个人体底背抛一些所谓讯息啊底背安尼，那看到一样东西。咁可能嗰種題，可能講對水面看到一啲物質面嘅一種面型，佢上面都上面講水的流動，但是見到人體底下嗰種嘛，唔係講佢快樂啦，嚇。就是面對一種東西。冇錯。雖然講啊，人講色身看看落已經個發拍嘅，嚇，嘛個挑個色身，但是面容嘛，唔係講佢講。對。係啦，其實可能隨個時代的心情個發的，好，但是其實還是有一種模型的 update 嘅片。佢其實佢今年嘛有一啲算是一啲展覽，係咪？今年5月份其實我有個聯展，同某相同嘅藝術家，然後喺台北嘅樣嘅展覽安尼。啊，7月份到10月份有一家嘅個展，啊也個個城市喺喺一間酒吧展覽。那人其實係親愛，人看到人嘅發到其實人想要做某相同嘅藝術家合作安尼，那用下提嘅地方展出，那人可以批行安尼。咁目前開始展覽以前哈，係咪同咱觀眾朋友先紹介下兩個作品好嗎？好，那一個兩個作品一個杭州流逝，那一個東西提講就難年嘅時間，那你看時間伊其實就係次嘅安年前進，那伊是唔會變化安尼，那就提講難年那種東西提看啲時間，你會看到時間過向你面前安尼過去，啊去講述那種時間某相同嘅時間，幫出某相同嘅火花安尼。啊，另一幅作品上做軌跡，那其實提供咱的所謂看嘅米條嘅東西，咱放大來看，其實就是3個顏色來組成，就係紅色、黃色跟藍色那種東西，其實就提變化移動，看起來就像軌跡一樣，提變化某相同嘅發現從咱的面前安尼呈現。等於如果伊啲路上伊啲時光。伊啲我哋咧時間安尼流通嘅一種感覺，伊啲路聽如講我哋咧三原色嘛，色彩體我哋咧什麼樣地方？佢從唔知個歸來去看到唔知個也被個數嘅一啲成分，因為唔定人家算是太好邊間係有可能路愛作品係咧係路開始進工作，好，嗰種在歸去個數嘅成分路，個冇記憶啦，好，我安尼比賽可能喺邊路行，即個要貢獻嘅一種創作啦，好冇啦呢條路。你這個更加來歸來看見兩人做藝術嘅一啲時光，你這個有感受有乜個想法？這時間你去做藝術，其實因為剛講做一個東西唔係藝術後愛做乜嘅，其實我有時會 video 嘛，會 video 係安尼。啊唔講，其實你做係時間，做係個當下，你認為你做一個東西到底而去做乜嘅，你就其實你就 via 個像是經驗。你的技術，還有最重要嘅係好多係用嚟同自家相處安尼，用嚟去處理自家心底邊嘅事情。因為佢特別嚟講，因為從幾多年去做，譬如講有啲技能競賽地方，伊海邊可能伊做水田啦，伊無論伊做乜嘅，伊海邊都做入行入邊，嗰所以其實有一個藝術嘅一啲，算是一啲經歷，無論講有一啲牌嘅，嚇，對於海邊嘅工作來講，話其實係一段算是一啲。規劃為的我哋講鍍金啦，對，沒錯。但是對你來講話，海邊可能還是會做一部分，尤其係加好多人家嘅建築嘅技術，但是也蠻係講唔到嘅事情嚇。至少我感覺到講，其實唔係講有每個人都有機會去做藝術，做藝術嘅訓練，嚇出國比賽一件事情，其實對幾多人來講，蠻冇一啲安好嘅一啲機會啦。但是像頭先講嘅，佢特別嚟講。你這個因為係2年，因為個地方因為疫情的關係，或者1年還有一啲多幾張嘢，好有一部分這個用去囤這個窮下一件事情。這時間啊，第一時間其實係先這個上幾久，做下希望安尼。嘅時間，那其實冇同安尼嘅阿爸未講。係我都想問一部分，爸爸媽媽嗰時我不能想我爸爸媽媽意見係有呀。人嘅時間其實唔係過分析一個事情，人就講，你就過去吐太好就好嘅，那太好先人吐出來就出沙飛做就做啥呢？唔係過好嘛？唔講嘅時間就尷尬，
个机会其实过难得，冇唔錯。必須就離下把握到，個一冇拿到，下把股嘅其實就冇按簡單嘅，伊就幾多困難會出現。其實係就為咗係可以去，最重要就係咱可以出國，去老輩其實跟國外交流，然後東西其實係就一下能拿到，其實就對我後輩出去消費，太好其實幾多嘅影響嚟。所以講話幾時就堅持要做下去啊。可是其實係先斬後奏嗎？係就是先斬後奏，對。是伊保命誒，先保命，那也能同爸爸媽媽講。係能啲嘅。幾時會反應咯？幾時就有反應？當然一開始佢就係佢唔定為咗一個做乜嘅人，唔過人舊嘅天就啲想愛做下東西嘅人都乜嘅人。那還有嘅就係其實我同人講明年要做乜嘅。最近過嘅嘛嘅，那還有線上人其實會保持聯絡，所以其實慢慢的，其實就接觸一個東西嘅。可是我覺得種以後爸爸媽媽想法，人過分因為嗰時節啲半夜，台灣係半夜時間，這種人就是當地，唔講人過分意啦，過分意。佢像家中講睇節目都最密啦嗬，家中講對於畫圖個有興趣生意呢來講話有乜嘅建議嗎？其實就不要拘束自己的想法。你就盡量去發你會發的東西，然後去表達你看到的乜東西，因為有種東西當你後邊睇嘅，其實佢可能就啲嘅時間用嘅慢慢培養出來安尼。而家沙飛本來等人強也有幾多嘅發展嘅機會，同時間都講，對某個事情有啲興趣，法律上同樣嘅問題講嘅，唔好去限制人自己，因為其實下一擺我行到那條路，其實人自己唔知。如果感謝問題來跟我現場的分享安精彩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各位觀眾朋友。如果想要了解一種展覽嘅資訊，可以上網查。休息下喎，第一聽下等先生來傾下溝通哦。我跟福喜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